哎，他这包包好漂亮。对呀，好漂亮。我也很喜欢那种。对啊，这个好漂亮。哎，粉丝，你要不要来买给吃屎哥？对。 粉丝要不要买一个送给吃屎哥？看你们买这个就好了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不要啦，这这个也不错了。对，我也喜欢这个。哎，没有男生要拿这个啦。男生要拿。看有没有人要赞助吃屎哥一个包，买送给他，吃屎哥可以陪睡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吃屎哥可以陪睡。我要这个。一日游啊，一日游一晚。不然我要这个。 这个也可以，这个都真品哦，对，这个很多钱呢。哦，这好漂亮哦。这个好几万。这个包包好漂亮哦。没有觉得买这个比较漂亮。对，这个比你。你没有，你男生要背这个，啊，女生背这个。这件 LV 的也不错。女生就要背这个。女生那个很耐背。可是我喜欢这个。好。 我也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这个。因为这个超可爱的。对啊，这个打击耶，这家呢？这条打击。对啊，这家也打击耶。我看得出来，这只熊哦，在值钱的。有啊，那只熊当然有专利的啊。对啊，这个有。拜托。啊。设计款。才会安尼吼，这领这钱。 也看有谁要买给吃屎哥，吃屎哥哈可以哈陪粉丝一个晚上。啊，连这个调。吃屎哥没有女朋友啊？他女人也很好了，他自己太挑了，他太多了。我太挑。真的，他太挑了。为什么我太挑？啊，因为，对啊，你要讲你为什么太挑？ 因为他们都抽烟吧，我不喜欢抽烟。啊，真的。真的吗？我也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男生抽烟。对，抽烟我不太喜欢。那女生抽烟，那如果说不喜欢抽烟的话，可以考虑我。不抽烟，没有开玩笑。说真的，我婷婷完全从小到大，我连一根烟都没有抽过。哦，别人抽烟的话，真的是快死翘。对。所以我不喜欢男生。而且我也不喜欢女孩子。 包含我自己，我们都不喜欢抽烟，而且抽烟的那个会觉得说，就算以后如果有结婚生小孩子的话，那个营养其实也不是说很好，会比较不好。对，它会有受到一些很大的影响。但是还是要看母体的那个对，母体的体质的，你母体体质不错的话，不管是抽烟吃槟榔。 还是一样啊，生出来的宝宝还是健康的。嗨，我们宝宝，嗨，宝宝，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在西门町那个包包卖出去了，因为有个粉丝要买，我叫他说你来店家这边问，这边人家店家要卖多少嘛，我们寄放在这边卖，人家店家也要赚，是啊，店家不赚不可能。店家赚很少。 手续费对啊，只有手续费啦，因为是婷婷的包，也是说赞助吃屎哥，因为这个，所以他会买到比较。这个单子也都是写吃屎哥的名字，也只有他的签名。对，对，你说来这边买才买到物美价廉。因为他手续费很便宜。是啊，真的。所以我们才会来这边寄卖。真的，我们才会来这边寄卖。 而且卖超快的，粉丝超多人问的。哎，我的粉丝很多人问呢，好想看到哎。我们来寄卖没第二天就卖掉了。对，我们来寄卖第二天就卖掉了，超多人问的。我说你来这边看，因为我们寄放在这边，人家多少卖多少钱，我们没办法去控制的。而且我们是最少可以拿多少，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关吧。好了。 老板娘，我们要走了哦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下次见啊，拜拜。对啊，我们要去逛一下那个展线。对啊，我们要放真的。那上次手机的线。关岛嘞。你把它收好了，完全。真的。第一个弟弟要哭。真的，第一个是我要哭，因为赞助他的钱呢，如果不见的话，就真的傻眼了。是啊。 要帮助他修缮的房子，我说叫他说房子赶快去把它修缮好最重要。那个楼梯要赔偿1楼的部分哦，司法程序啊，不是说他赔，不是说要赔他多少就多少钱呐、是啊，说真的，气爆也不是吃屎哥的过错啊，是啊，我们讲明一点啊。
真的，你不要笑了。等一下，我等星星过来把你吃掉。啊，说那星星很好玩。对啊，很好玩。哦，超好玩的，真的。说的那个星星嘛，超好玩。对，现在在西门町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，粉丝有生产的丢什么的，亲自的丢清楚，还要按赞哦，加分享，抢先看，刷起来，刷起来。刷起来，真的刷起来了！我喊刷起来就刷起来，上拍。三星星，三星星，送星星，多丢星星，多丢星星，对，星星多丢一点，丢个2万3万下来给我们。给那个吃屎哥买刚才那个熊包包。对，三星星丢星星，看能不能丢个10万给我。对了，线上看有没有人丢10万颗星星给吃屎哥买那个包包。吃屎哥说肚子还要吃小火锅啦。看你要去哪一家吃啊？上次我们那一家吃这里啊？你说哪一家？比如说你这旁边不是就有卖火锅？啊？上次吃的那边。哦，你说那个那边吗？对啊，可是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还是挺明显的。要去哪里吃？我觉得3重那个。3重哪里？真的北路上。那一家麻辣很好吃，他那个汤好好我带回家里还真的超好吃。那太贵。那哪有花不起？没有，你等一下，这个先等一下再讲。这个不是重点，这个不能。这个不是重点，这个不能。我们要讨论好吃最重要。没有，我们现在不是吃东西，我们是逛街，是因为刚刚卖东西对卖出去，然后感谢婷婷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逛街。那其他都不是重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要模糊焦点。吃什么不是重点？对，不要模糊焦点。要吃什么？对。什么都可以啊。只是今天蛮感谢婷婷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对呀，现在赶快那个房子赶快去弄好。整修对啊，其实大家不要刻意去酸婷婷了，因为婷婷有时候真的很努力，说到，因为婷婷说到做到。真的有意见呢。那个小鲜肉，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你要有意见，对不对？你是针对我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捐钱给我？要不要捐钱给我投资？要不要给我？我捐给你1块钱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的贴图绝对不他很有意见。对啊，你很有意见是不是？我跟婷婷的交情你不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是师弟师姐。对啊，你有意见吗？对啊，你有意见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做人呐，凭良心好不好？将心比心呐。你好歹也要请婷婷去吃火锅嘛，青叶火锅啊，或者是逛夜市啊，或者是花钱呐。花电影院呐，不然就是买花名牌包的钱送给婷婷，对，送给婷婷，你才是真心的朋友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不是，你就只会在那边讲而已，对啊，只会在那边讲，还在那边推自己的赖贴图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没有指名道姓，我说谁对不对啊？赖贴图你又不是知名网红，你又不是很红，对不对？推赖贴图有用吗？对呀。人家真的进来看。而且再一点的，我的那个香肠呢，也是很有力。那就买那个熊包包给狮子哥。对，你粉丝可以买。而且我那个香肠哦，敲2、3声都有声音哦。你要不要表演一下？要不要表演一下？可是要看有没有贵妇愿意啊。真的。那你要先表演一下啊，看看你哪一家。好啊，我们再多逛一下啊，因为那3重到4点多都还有啊。没有吃那个吃到饱的那个就好了。
点常常跟那个谁去吃那个还没开，你 Google 一下看开了没？看开了吗？不是啊，你还没 Google 啊？没有，昨天不是今天就开了，差一点就那个不便宜啊。大件。对啊，大件对啊。还有谢谢那个